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好，而家喺樓上測試佢嘅去水位。咁我哋不停放水，大約放咗10分鐘。等多陣，大約15分鐘後咧，我哋會再落樓下睇下樓下嘅濕度有冇因為我哋呢個不停試過去水有冇改變。紅外線顯影下，漏水無所遁形，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